小强同款引起关心的，还有台北市市长郭文德去捷克布拉格访问拜会捷克友台小组，因为布拉格市长伊的政党对中国态度较硬，嘛互民众较支持。郭文德针对这件代志有上新的回应。另外，个咱台湾这几天会真热，就是下一届台北市市长的人选，做伙来听郭文德上新的讲法。 市长今天拜会捷克友台小组，有分析指出，贺瑞普所属的海盗党对中国问题强硬，却获得民众党支持。市长觉得有哪边可以让台湾借鉴的地方？其实他们贺瑞普市长，他主要是他比较崇尚他主要他是对台湾比较友善啊，他也不喜欢被压迫，就这样，所以他只是表达他一个不喜欢被压迫，不喜欢被设定条件，就说他。 要跟世界上哪一个城市交往的时候，他不要被人家设定条件，就这样。所以，这大也是普世价值嘛，大家也希望说能够平等自由啊。蔡壁如受访时说到，非常欣赏黄国昌，未来会主动联系，希望黄国昌能够担任民众党的副主席。市长怎么看？这个会有加分的效果吗？这个我们没有讨论过，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不过他大概平常。 也许他们本来就有些在联络了，我是不晓得这个消息怎么来的。不过我可以讨论看看的。不过这个人家还在时代力量，有时候不要太过度消遣的消费人家。 李彦修立委选举败给高嘉瑜，支持者希望他能够挑战2022台北市长。然后现在是黄国昌、李彦秀，还有新竹市长林志坚都被点名，市长怎么看这些人选？谁会是接班人？这还早吧，这还有2年半以上。也许在这段时间，反正到时候民意会决定嘛。我倒觉得这样的，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开始准备嘛。反正到时候还是给当时的民意去决定就好了。 市长今天要结束布拉格的行程，前往里加。那这2天半参访行程里面，市长对布拉格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这个还是一个文化古国了，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欧洲文明还是很早嘛。像我们昨天参观的那个查理大学，那个1348年到现在，哇，这已经超过600多年了，所以其实这些国家都是历史悠久，文明的历程都很久，所以有很多可以让我们看，就是说它文化的底层还是比较深厚。那我们最后一题，市长现在对贺吉普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吗？在这几天的他常常会讲出那个他在台湾那2个月的故事，每次都会听到，听一听，觉得我们台湾人对外国人真的不错。他昨天是讲说他去花莲旅行，买文具，结果那个文具店老板听说他是捷克来的，就跟他说那不用钱了，然后开始跟他讨论布拉格之春。现在想说真的假的？这个我们花莲的书店老板可以跟他讨论布拉格之春，我 anyway， 他对台湾的印象很好，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在那个。 贺瑞普市长身上大概真的是可以验证的。好，那我补充一个问题啊，我昨天下午去布拉格动物园，看到他们其实这个印尼丛林馆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而且要整建，要迎接台湾的穿山甲。我不知道台北这边是不是台北家长会尽全力来推动送穿山甲，因为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非常期待穿山甲的动物。这个我倒是讲哦，以前大陆都送熊猫，我还不晓得说我们台湾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动物可以送，叫穿山甲。这个会啦，我们那个动物园顾问都有来嘛，会跟他们。其实听说养穿山甲也蛮多专业的，所以两边大概会就专业的问题去，因为那个什么还要准备那个什么穿山甲在冬天要吃的什么蜂巢啊什么的，因为蜂蛹啊，这个我天哪，这个还蛮专业的，所以怎么养穿山甲没有想象那么简单，这个，所以大概两边还会维持一个专业上的联络，我们一定全力帮忙。是，所以市长到时候如果送来布拉格，会再来一次布拉格。哇，没那么容易啦，这个大概看看嘛，有时间就来了，没时间没办法，出门一趟不容易。